有樣嘢好咧，就係佢執嘅手尾咧就跟得好足嘅，即係唔係即係可能譬如一開始執手尾會有啲嘢漏，咁如果再叫話我要再執，咁都會繼續肯幫我執嘅，即係依然即係執到佢最後尾我滿意啦為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地方咁樣。如果我將來有裝修嘅話咧，我都可能都會同自己朋友推薦翻設計情報中心嘅咁樣。每個人對裝修設計嘅預期都唔同，未必每一個戶主都事先有想要嘅風格或者裝修。設計師嘅角色就變得好重要啦，引導戶主諗出想要嘅元素，而且提供適合嘅設計。我哋一齊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設計師點樣為今次嘅戶主林先生打造一個滿意嘅屋企。咁其實一開始咧，我哋就上網揾咗一個 forum，咁然之後上網 forum 就啲人討論咧，話領導裝修邊度好咧，通常有3間公司嘅，咁我哋就去咗 DIC 嗰個 website 啦，咁成個 page 咁唔同圖片同埋嗰個到底裝修裝成點同個價錢都好清晰，咁可以令到說服到我用 DIC。客廳以黑白為主調，幾處嘅地方亦都加入鏡面嘅設計。整體感覺型格十足，主牆身係一道閃亮亮嘅紫色牆身，平衡咗黑白嘅沉悶感，為大廳增加咗高貴大方嘅感覺。咁我哋一開始就同個設計師接觸，咁我哋個設計師就好好嘅，會問我哋一開始我哋其實想要啲咩先。咁但係咧佢就會問得好仔細，我到底其實我有幾多 budget 啊？我會想要多啲儲物空間啊，定我想要個裝修裝得靚啲咧？咁佢就會係根據我哋嘅 budget，然之後係好仔細一步一步咁樣去問我哋，再去睇可能一開始嘅電腦一個模擬圖啦，然之後再去做一個 3D 圖，咁令到我有好有信心咧，到底我將來我間屋企咁裝修完之後會點樣咧？咁會令到我覺得呢個會俾我好大信心我，同埋我會好對於而家都叫做好滿意啊！設計師亦都善用唔同嘅燈飾，譬如話係客廳同埋廚房呢2盞嘅燈飾，係咪好型好靚呢？呢個單位嘅房間都偏細，但係戶主有希望放得落床、書台、衣櫃，做到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唔知道設計師又用咗啲咩方法去達到戶主嘅要求呢？嗱，本來依間房咧係你睇落去一半咁大嘅，點解咧？因為佢間隔好奇怪，呢度本來係一個窗台嚟㗎，設計師覺得哇咁咪好嘥位咯，所以特登喺度鋪塊板，變成一張床，咁睇落係咪空間大好多？呢一間房嘅風格繼續延續咗客廳黑白色嘅主調，一系列嘅櫃配襯得宜之餘，到頂嘅衣櫃用盡咗一房嘅位置，擴大咗儲物嘅空間。設計師亦都利用咗窗台嘅位置，伸延咗床嘅空間，令到間房更見使。而呢一間嘅主人房就選用咗淺棕色作為床後面一幅嘅特色牆，而家私方面就用咗深色嘅木紋家具。設計師喺衣櫃嘅底部加咗燈槽嘅設計，調和咗整個空間嘅柔和感。高身嘅床架設計就大大提高咗收納嘅空間啦。有樣嘢好咧，就係佢執嘅手尾咧就跟得好足嘅，即係唔係即係可能譬如一開始執手尾會有啲嘢漏，咁如果再叫話我要再執，咁都會繼續肯幫我執嘅，即係依然即係執到佢最後尾我滿意啦為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地方咁樣。如果我將來有裝修嘅話咧，我都可能都會同自己朋友推薦翻設計情報中心嘅咁樣。
如果想了解更多，歡迎瀏覽 DIC 嘅網站。網站上面除咗有1000個真實客戶滿意個案，同埋近2000個參考個案不斷持續更新之外，仲有大量真實設計同埋 3D 效果圖。DIC 嘅每項工程步驟都必須嚴格遵循3大國際 ISO 指引，當中包括質量管理體系、環境管理體系同埋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設計情報中心係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進智工程有限公司，持牌進行相關嘅裝修同埋小型工程，而且 DIC 仲推出咗自家會員計劃 DPoints，提供一個全新優惠平台俾客人使用，只要登記成為會員，無論日後係自己裝修定係推薦親友選用 DIC， 都可以輕鬆賺取 DPoints 積分。凡係 DIC 嘅舊客戶成功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號碼，喺裝修完成後，推薦人最高更可獲得雙倍 DPoints 積分添。就算推薦人未曾惠顧 DIC， 只要成功登記成為 DPoints 會員，而且推薦親友開單，並且喺發票上面註明推薦人嘅姓名同埋 DPoints 會員編號，喺裝修完成之後，推薦人都可以獲得 DPoints 積分。客人可以透過 DPoints 裡面嘅積分換領各式各樣嘅禮品同埋服務。而家就即刻成為我哋 DPoints 會員，一齊賺取無限獎賞。想知道我哋嘅工程限額滿咗未？咁就要睇下設計情報中心嘅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啦。設計情報中心擁有自家設計師同埋裝修團隊，並唔係平台式經營，務求以準時同埋高質素嘅服務，令客人對我哋有更大嘅信心。設計情報中心為客戶着緊每一個步驟，確保工程質量。每一個部門進行嘅每一個步驟都必須遵從我哋嘅公司管理文化，以及嚴格按照國際標準 ISO 嘅指引。由於設計需時，為咗確保工程嘅質素唔受影響，所以設計情報中心唔會攬接工程，因此設有接單量嘅上限。每一位嚟到門市同設計師會面嘅客人，都可以由 DIC 開單及工程統計圖表當中睇到工程嘅統計圖表同埋分佈地圖。客戶可以了解到設計情報中心而家有幾多單負責緊嘅工程，所有嘅資料都係實時更新，顯示現有工程同埋上限嘅比例。只要一達到工程上限，設計情報中心就唔會再接受新嘅工程，確保我哋嘅團隊能夠以最高嘅水準去做好每一單工作。正正係因為我哋有咁高水準嘅管理，以及堅拒攬接工程嘅服務精神，所以我哋先可以成為眾多客戶喜愛嘅室內設計同埋裝修一條龍服務公司。設計情報中心引入咗最新技術 In-Ray Machine， 融合咗 AR 同埋 VR 嘅科技，輕鬆咁樣令大家可以更換室內環境裡面嘅裝修素材啦，同埋顏色，唔需要等收樓，設計師亦都唔需要再上單位度尺，更加唔需要再花長時間去等設計圖啦。嚟到 DIC 同設計師初次會面，唔使落訂，唔使等收樓，唔使上單位度尺，只要透過 In-Ray Machine， 單位間隔同埋家私嘅擺位都一目了然，仲大大減低咗溝通上面嘅誤會添。In-Ray Machine 引入 3D VR 技術引擎，配合埋 AI 智能設計系統，有多種風格同裝修物料以供選擇，無論係牆紙、油漆、地面、天花板都可以一鍵轉換，即時感受多種設計風格。就算有選擇困難都冇有怕啦。而且可以360度無死角視察單位間隔，調整視線嘅距離，就好似親臨其境一樣，漫遊單位，有一種更真實嘅視覺體驗。
如果想睇到更詳細嘅單位同傢俬設計，又想快人一步體驗全港首推嘅 In-Ray Machine 3D 單位設計，就要嚟設計情報中心揾我哋嘅設計師傾下啦。DIC In-Ray Machine 用想像見未來，快啲嚟設計情報中心優先體驗啦！